執着喺世俗語境中，常被歌頌為一種堅持同熱愛嘅美德，但喺靈性嘅光中，我哋必須誠實地問：我所緊握不放的，真的是神的旨意，還是我自己慾望的投射？人嘅心極其詭詐，當執着被披上愛嘅名義，或責任、信仰，甚至忠誠嘅外衣，我哋往往更難睇清楚佢同神之間嘅距離。聖經中，拉結緊抱住佢父親嘅神像逃走，表面係離開過去，實質仍帶住過往嘅偶像。掃羅緊握皇位同民心，即使神嘅靈已經離開佢，亦唔願意交棒俾大衛。少年財主雖然渴慕永生，卻因為太多產業而悠悠離去。人嘅執着之處，往往正係神邀請我哋放手之地。從靈性嘅角度嚟睇，執着係一種內在嘅佔有。我哋以為自己掌握咗什麼，事實上卻係嗰件事掌控咗我哋。我哋握得越緊，佢喺我哋心中就越大，直到取代咗神嘅位置。呢個正係偶像崇拜嘅原型，唔喺神殿裏面，而喺我哋執念之中嘅人、事、成就同傷口。靈魂若唔學識鬆手，就無法領受。耶穌說：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喪掉生命；凡為我喪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呢句話表面聽起嚟矛盾，實質揭示咗天國邏輯嘅核心。得着在放下之後，豐盛在捨棄之中。執着往往嚟自恐懼，怕失去，怕落空，怕無人知曉，怕白費心力。但係恐懼唔係從神而來，神賜俾我哋嘅係剛強、仁愛、自制的心。當我哋願意承認自己所執之物不能救贖，不能永恆，不能安息，咁樣我哋先能夠將手從偶像鬆開，轉而抓住那不變的光。執着若唔被轉化，就會成為靈魂嘅囚籠。若被光照，被聖靈引導，佢就能變為信心嘅堅持。神並唔係要我哋咩都唔愛，而係要我哋先愛佢，用佢嘅愛去衡量萬物。只有咁樣，人嘅堅持先唔會落入控制同迷戀，而會開出順服同自由嘅果子。因此，讓我哋誠實地問自己：我如今緊握不放的是什麼？是神的手，還是自己的夢？是呼召，
還是情緒？唯有當我哋將一切執着交返畀神，靈魂先會重新回到創造之初，那不帶恐懼，不被瑕疵，不需強求的光之懷抱裡。